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支持抑制新冠病毒的努力；中国当局以传播冠状病毒谣言的罪名逮捕10名藏人。藏人行政中央2019新冠病毒防御工作组呼吁藏人民众遵守所在国家的相关指令。美国国会推出议案，追究中国隐瞒武汉疫情危害全球的责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3月26日致函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贾兰姆·塔库尔先生，针对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及该邦境内也发现确诊病例之际，首席部长为防止疫情在该邦传播所做的努力表示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写道：“喜马偕尔邦是我的家，我生活在这里已经有60年了。我对当地的人民会自然产生亲切感。为表达敬重和同情，我将从甘丹破章基金会拨出捐款，作为首席部长的救济基金，并向社区内贫困及急需救助的人民提供食物和医疗用品等基本物资。”尊者最后写道：“相信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之下，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将有效遏制该病毒的扩散。”与此同时，印度总理纳兰德拉·莫迪于3月24日晚发表电视演说，宣布为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从当天午夜起，全国民众禁足21天。此外，西藏山区各地也陆续传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日益恶化，藏人遭感染致死，已经因传播病毒消息遭中国拘捕的消息。据综合媒体消息，在藏历新年前夕，西藏高原遭冠状病毒肆虐的消息陆续浮出水面，因此中国当局于近日以散布有关冠状病毒谣言的罪名逮捕了10名藏人。但是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疫情及在防护工作上的缓慢，以及竭力禁止民众传播与疫情相关的讯息，目前无法得知西藏各地具体感染人数和被捕藏人的总体情况。此外，为预防新冠病毒在流亡藏人社区蔓延，以及悼念达仁萨拉首位感染武汉冠状病毒而过世的藏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本周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公众遵守当地政府的相关防疫法令。司政洛桑森格在舟山和近日举行的数场新闻发布会即发布一系列行政命令，呼吁全体藏人民众做好预防措施和努力度过疫情，并遵守所在国家的相关防疫法令。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也于本月19日成立了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私人医生、卫生部长、专业人士和西医及藏医专家等组成的防疫工作组，并于本周五3月27日通过电视直播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各方介绍了工作组开展的防疫措施，并呼吁流亡藏人严格遵守所在国家的相关指令及防疫法令，鼓励藏人社区中急需协助的民众以地方行政长官办公室和相关卫生部门联系。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官邸和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而言，在卫生部和当地政府相关单位的组织下，已经展开严密的防御事宜。卫生部下属相关医疗单位也在各自医院待命，随时协助印度卫生部门进行救治和隔离病患的措施。截至目前，全球各国的流亡社区中已知有3名藏人感染，其中2名不幸过世，1名正在隔离救治当中，其家属也正在进行自我隔离。根据印度中央和喜马偕尔邦政府发布的防疫指令，藏人行政中央嘎夏鼓励各部门公务人员居家工作。为了便于民众办理相关业务和联络，藏人行政中央在官方网站上提供了各部门和地方单位的完整联络电话和电子邮件等目录。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则与美国疫情相关的报道。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近期在全球迅速扩散之际，中国当局却加强预责攻势，并展开抗疫无字外交。
试图从病毒的始作俑者变身为抗疫功臣。对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于3月24日推出议案，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与疫情爆发初期的隐瞒行为启动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各国进行赔偿。参与提案的国会议员们相许抨击中国在疫情蔓延期间淡化风险，故意散布错误信息，并打压揭露真相的医护工作者和公民记者，污蔑其他国家为病毒原生地等的行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9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扩散至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国确诊病例累计超过50多万，死亡人数已接近25000左右。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你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在此，我代表本周西藏栏目组呼吁大家在疫情期间尽可能的待在家中，配合相关部门展开的防疫措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